Hello，大家好，我係李易老師。想問下大家最近有冇睇阿子華神嘅嗰一套電影《夜王》？如果有睇呢，就一定知呢期呢，葵芳呢就幾威嘅。咁葵芳唔係地鐵站而係喺戲裏邊呢嘅一個角色。咁佢喺戲裏邊咧戲份算唔算多呢？咁我個人認為就唔算太多嘅。但係如果你講演技上面啦，都係其中一位令我印象幾深刻嘅。咁係一個幾有潛力嘅人嚟嘅。咁識得命理嘅人都知道啦，一個人如果要成功嘅話咧，時勢係好緊要嘅。咁到底蔡慧琪啦，會唔會因為葵芳呢一個角色啦，而喺呢個嘅演藝事業裏邊啦，可以開拓一個人生嘅新篇章？咁就好似我哋以前一樣咁樣啦，我哋就以八字命理嘅角度一齊去拆解一下。如果中意我影片所講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同埋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好，咁我哋就開始啦。咁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蔡慧琪嘅出生日期咧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丙子年、丙申月、丙子日，時辰係唔知嘅。而家行到嘅係壬辰大運、丙午流年。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八字嘅原局先，咁一眼望落去啦，咁當然係要睇嗰個日元先噶嘛。日元係丙火，係代表太陽嘅意思。日元如果係太陽呢，即係代表住呢個人呢係較為點樣自我一啲噶。但係我哋除咗一個太陽之外啦，你會發現有丙丙丙，即係天干一共有3個太陽喺呢一度。亦即係代表住咧，整個嘅環境咧係熱騰騰嘅。咁因為啦係相同元素關係啦，所以日元旁邊嘅丙火咧，十神就會係比劫星啦，代表住身邊嘅朋友、同輩又或者同事，人同人交往嘅嗰種氣氛咧就略為點差啲啦。然後我哋再嚟睇一睇地支先，有跟開我嘅頻道嘅人都知道啦，我係唔論身強弱嘅關係，只係論及財同埋官嘅啫。咁而家咧蔡慧琪嘅八字咧有冇財官啊？當然有啦，而且係好明顯添。申就係財星，而子咧就係官殺星。申係財星，現實世界係代表住佢嘅金錢啦同埋能力嘅意思。而子係官殺星，現實世界係代表住佢嘅名譽、地位同埋資產。一個八字原局已經有財同埋官，可以講得上啦，就唔算太受衣食嘅。咁喺我嘅角度去睇呢一種嘅命造係較為咧有潛力嘅，即係當大運同埋流年兩者配合得好嘅話咧，個成就咧其實係好唔錯嘅。咁下一步啦，就當然要睇睇個大運啦。咁我哋先將個大運咧列佢出嚟先。佢係由1歲起運嘅，而每一個大運啦就行10年，即係逢1就轉運，1歲、11歲、21歲等等。咁佢嘅運勢啦就會有一個較大嘅轉變。大運好就會好，大運衰嘅話咧，同樣會衰嘅。如果我哋對翻個時間軸嘅話咧，就會發現原來佢咧今年咧啱啱轉大運，2025年去到2026年啦，呢個位置咧由呢個嘅癸巳運轉到去壬辰運。今次啦，我哋就一齊嚟細睇一下呢一個嘅轉變到底有啲乜嘢嘅唔同。首先，我哋由天干地支嘅理論出發先。記住，天干還天干，地支係還地支，唔可以混合嚟論嘅。而論斷嘅要點呢，就係天干為虛，地支為實。係咪隻字都識，但係唔知點解呢？今次就等我用葵芳呢一個嘅實例啦，同大家解釋同埋重溫一下。首先，天干為虛，係指一啲非真實存在嘅嘢，例如一啲嘅思想，又或者係關係，係冇一個具體嘅形態噶嘛。而地支為實，指嘅係一啲真實存在嘅嘢，可以俾你感受到。例如你面前有一個蘋果，你係可以摸得到，而且可以食得到嘅，
係真實存在嘅。講完理論，我哋就嚟實質操作一次俾大家睇。先嚟睇一睇癸巳大運。癸巳天干係水嚟嘅，十神係屬於官殺星，代表住一個人嘅權力啦、名譽又或者係資產。而地支巳火，十神係屬於比劫星，代表住一個人嘅朋友又或者係圈子。如果將呢一個嘅虛實混合嚟睇嘅話呢，就會係代表住身邊嘅同事，因為同權力名譽有關啊嘛，所以咪同事咯。你會唔會同一個普通由細玩到大嘅朋友講權力呢一樣嘢？唔會噶嘛，係咪？跟住落嚟啦，就係講壬辰。壬辰天干係水，十神同樣係屬於官殺星，代表住一個人嘅權力、名譽同埋資產。地支係辰土，十神係屬於食傷星，代表住一個人嘅思想同埋表現。如果呢兩樣嘢虛實混合嚟睇嘅話呢，就係同工作名譽有關嘅一個可以用嚟表現嘅平台，又或者係舞台都得嘅。同時啦，天干同樣係官殺星，一個係七煞，一個係正官，到底分別喺邊度呢？我哋先嚟睇一睇癸水先。癸水係雨露嘅水，同丙火一齊，可唔可以形成一個較為好嘅景象呢？咁就當然係一般啦，因為太陽慢慢出嚟之後啦，雨露嘅水咧就會被蒸乾，咁最終啦就係剩翻咩啊？咪又係剩翻太陽。相反，我哋睇一睇丙同埋壬嘅關係，丙火係太陽，壬係河流之水。丙火可唔可以將整個江河嘅水咧完全蒸發晒呢？咁就當然唔可以啦，所以就會出現日照江河嘅象啦。配對出嚟嘅景象咧，就當然係幾靚啦。咁到底蔡慧琪嘅八字啦，癸巳運定係壬辰運好呢？咁相信唔使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可能壬辰運會靚仔啲。除此之外啦，八字唔可以單論大運嘅，係以一個組合嚟論斷嘅。當我哋將一個大運原局三處組合一齊嘅話呢，我哋就會發現有申子辰三合局。同時申子辰呢係呢一個嘅水嚟嘅，水喺佢嘅八字裏邊啦。十神係代表住官殺星，即係名譽同埋資產上面嘅嘢嚟嘅。嗱，今次咧官殺出現咧係喺個地支嗰度，所以咧係真實嘅嘢嚟嘅。所以呢個大運啦，事業發展咧會係非常之唔錯。今年2026嘅運勢啦，就用太歲為中心點，同原局裏邊咧做一個嘅對比，將太歲一個一個咁樣放入去。午同辰係冇關係，午同子有沖嘅關係，午同申係冇關係，午同子有沖嘅關係。將太歲放咗入去原局裏邊分析之後啦，你就會發現淨係得子午沖嘅關係啫。所以今年到底佢有冇中到赤馬紅羊劫呢？咁初步嚟睇啦，就係冇嘅。2026年地支申子辰成水局，八字裏邊冇一啲負面嘅信息，而且天干同樣係丙火，日照江河，八字裏邊所配出嚟嘅配象同埋氣氛啦，其實都幾正面嘅。如果再論及喺工作嘅發展上面咧，幾時可以更上一層樓嘅話咧，我相信應該會喺呢個嘅2028年戊申年左右，大約2到3年到啦，咁都唔算太耐嘅。咁天干我哋可以見得到有食傷星呢一個嘅戊土，而命盤上面啦可以睇得到佢將會獲得一個幾大嘅機會嘅。OK， 所以啦喺演藝路上咧，更加能夠發揮出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咁我都希望佢繼續努力把握呢個時空帶俾佢嘅優勢啦。今次呢個視頻到呢一度，如果中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之後我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娛樂上面嘅知識。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見，拜拜。